大家好，我係 NAT 女啊。今日想同大家深入拆解醫療新股嘅兩大巨頭對決，天星醫療同埋可夫醫療。一邊係搞高科技手術耗材，另一邊就係家用醫療器材嘅霸主。到底邊隻先係真命天子？大家一定要睇到最後，因為我會幫大家分析咁邊種投資策略最啱，你千祈唔好錯過啊！咁開始之前呢，我哋先睇個例牌動作。呢份簡報同影片嘅資訊只係供學術探討同財務分析參考，絕對唔構成任何形式嘅投資建議。投資呢樣嘢有升有跌，分分鐘變到好似我哋減肥計劃咁冇晒價值。過往嘅表現唔代表將來。大家做決定之前一定要自己評估風險啦，最好揾專業理財顧問傾下。而家市場有兩大嘅超級趨勢，好似雙引擎咁推動緊醫療市場。趨勢一係體育產業爆發，而家個個都話要運動，結果受傷嘅人亦都多咗，帶動咗運動損傷修復嘅需求呈指數級增長，催生咗天星醫療01069HK 呢條專業賽道。喺趨勢二呢，就係深度老齡化啦。銀髮經濟崛起，家用器材需求變嘅常態。呢度呢，就係可夫醫療01187啦，點解 HK 嘅主場。我哋先睇下天星醫療01069，佢哋係2017年成立嘅。雖然年輕，但係非常專注嘅運動醫學損傷修復產品，覆蓋晒肩膝、巢爪等關節。佢哋係少數有實力同外資巨頭對抗嘅國產新星，仲達成咗國產市佔率前3名，簡直係醫療界嘅後生可畏，唔係講笑。天星嘅核心護城河係極高嘅技術門檻，佢哋搞緊嘅係帶線錨釘同埋界面螺絲，呢啲係要植入身體，將撕裂嘅軟組織固定喺骨骼上面高精度嘅，而且佢哋係全產業鏈自主研發，掌握核心材料。最重要咧係醫生一旦用慣咗某款器械，轉換成本極高，呢種品牌忠誠度簡直比我對奶茶嘅執着仲要深啦！天星嘅增長引擎係要打破70%其外資壟斷。以前呢啲高階耗材多數由外國品牌霸住，但係天星憑住高性價比同技術突破，喺公立醫院系統入邊強勢搶地盤。呢種國產替代邏輯非常純粹，就係要去搶原本屬於外國品牌嗰塊大餅，胃口非常之大。睇下天星嘅財務畫像，係典型嘅高成長醫械股，毛利率高達70%以上，展現咗高端耗材嘅強大定價權。呢種毛利嚟到我眼都大埋。雖然研發投入好高，短期利潤會受壓，但隨住手術量增加，營收呈現爆發式增長，完全係用技術換取未來嘅商業模式。轉身睇下可夫醫療01187，佢哋創立於2005年，係全生命週期嘅家用醫療平台，產品種類超過1萬種。佢哋由電商代理起家，成功轉型做自主研發，而家仲喺 AH 兩地上市。代碼分別係301087.SC 同埋01187.HK， 佢哋係想利用香港上市嚟打通國際資本通道，野心都唔細。可夫嘅商業版圖咧係一個冇死角，喺居家護理宇宙，由健康監測嘅血壓計、血糖儀到呼吸支持嘅製氧機，仲有康復輔具好似輪椅護理咁嘅應有盡有。佢哋喺線上係霸權，電商渠道貢獻超過60%，佢營收基本上你喺屋企冇得到嘅醫療嘅，佢哋都想賣俾你，簡直係醫療版嘅百貨公司。可夫咧正喺度打造咗佢哋嘅第2嘅增長曲線㗎。2022年嘅毛利率係39%啦，主要靠電商嘅帶動，而家毛利率已經逼近50%嘅。關鍵在於佢哋切入咗高毛利嘅健耳聽力連鎖實體店，針對老齡化社會提供助聽器驗配服務，由賣產品轉向賣服務，令到利潤空間進一步提升。講到估值，可夫 H 股對於港股投資者嚟講，比起 A 股有顯著嘅折價。呢種發行折價
提供咗天然嘅安全邊際同套利空間。可夫嘅現金流極度穩健，受益於聽力業務擴展，利潤率持續改善。咁呢種感覺就好似去超市買咁，發現有超大折扣，仲要係買一送一嗰種驚喜。風險方面呢，天星主要面對大量採購 VBP 嘅降價風險。如果政府減價太狼呢，毛利率就會受創；而可夫呢，就面對電商流量成本高企嘅問題。如果平台競爭加劇呢，可能會導致旺財不旺丁。咁另外呢，天星要驚研發失敗呢，可夫就要驚實體店擴張太快搞到蝕錢。投資真係好似行鋼線咁呢，要步步為營。我哋喺個投資 X 光片對比，天星01069係專業運動醫學，靠技術壁壘同國產替代，毛利70%以上係典型高成長估值。可夫01187係全場景家用醫療，靠渠道覆蓋同銀髮經濟，毛利大約50%，重點係有 AH 股折價嘅安全戰，兩者一攻一守，風格完全唔同。估值策略點睇？如果你追求超額回報，係進取型資金。策略 A 嘅天星醫療啱你，你要為未來嘅市佔率擴張買單，容忍較高嘅估值倍數。如果你偏好穩健，策略 B 嘅可夫醫療就更適合。關注 AH 股價差收窄同聽力門店嘅盈利拐點。簡單講，一邊係買夢想，一邊係買穩陣。終極投資建議，佢好中國體育醫療化同技術突破。天星係具備爆發力嘅標杆，尋求穩健現金流同折價保護。可夫提供咗極佳嘅防守反擊機會，專業醫械嘅技術壁壘對決家用醫械嘅渠道霸權。你嘅投資組合更傾向邊一條賽道呢？歡迎大家喺面留言討論，話俾我知你嘅諗法。